我就富贵说这个的。富贵都会有点的他大嘛完了。你还看了这么一那个啊？有这那种那这嘛在家里2个丫头也走过了，一个娃娃得还年纪过了是在家里2人的。男女1-2个样就是。跟那个就我。跟你说，跟你咋了？这就那帮人就是那个嘛。你吃呗这，你吃呗你们。富贵的，真吃饱了，真的吃饱了。哎呀，年肉啥没拿不来是年肉啥还是挂科上就类似。哎来。挂科上了嘛。我都没有现在问啥名字，狗肉叫啥名字，狗肉是这后背你后给。你有心直接去了黄梅。哎嘞，后给不对啊。哦。现在有日本啥亚洲啥？上不来老庄另外这个有的嘛，叫我在那个地主是人的米来是我也没去，我叫哈人的来了这还养啊，去这个喂啊了，还叫他走他那背这么个抬，米来是我在没去呗。挺多啥样的做是啥意？差不多，俺们这名字那个就说。八字上不来老庄八字里。不是，名字俺们这那个就说。那生存。听啥也，过年汉族话没你花了过年这边的不？不花了没给汉。花了没给着。花我们只是在他在瓜文子现在饭不过去呗。就火烛节这个像比火烛说这1、2、3、4挂在饭过去好的。这你不管你藏族、土族、汉族啥族啥，他的这个名字没饭过好的呗。这我们是你们姓啥是你们这边姓了给的也有的。你们的姓了不给是，我都没有姓了给的也有的。在其他了给的也有的。现在也该是专门的发那花节了是，阿姨那花节了。你给想了，我们都没有姓了问啊是。不是阿姨，你该过着那花菜包上没？人给伢爷那花菜包上没？专门发那2只子。发那冰软，这是律师。冰软这一个看不好，两个看不好，可是都不搞来的呗。来是我都一个大这问的。比如说感觉是前年那个包没，感觉年来对焦嘛，你家是那年花没啊？咱这个个人跟着地方这个想法不同着。咱相比我这一个丫头，从这个海南州生的这个是。这个是在我媳妇这就一个海南州的。然后原前南给了个日红，对吧？这个属狗。然后1个月